被众星捧月是什么感觉？大家怎么都来了？其实荣华演武不是要开始了吗？你有没有想好加入哪个部族？我们也能参赛吗？来选木人的话，我们会为你们举办烧烤聚会，食材都是最顶级的肉，不限量，还有机会成为伟大圣罗库胡拉阿乔的小弟。这个没人想要。集体起！我准备了豪华温泉招待券，还有我们商店的精美礼品。加入卧龙之邦的话，我可以提供1年的训练指导，还有饮食规划，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强。我亲自带你们去天空翱翔好了。我会烤龙龙饼干，还有栗果片片。我这边只有现摘的蔬菜，不过真的很好吃。舒坦，我准许了。今后这片温泉就怪以伟大圣龙之名吧。看招看招！金鱼群，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？喂，阿乔，水都水到这边来了。